我们摆明了就是要来堵小英了哈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堵小英哈？就是说，他身兼民进党主席，也是我们的民选总统哈。那我们现在要这个陪审团推动联盟，要来请问小英，请问民进党，你们的党纲第28条，你们的党纲28条写什么呢？写说要修改刑事诉讼法，推动陪审制度。你们的党纲28条写说要修改刑事诉讼法，修订刑事诉讼法规，建立陪审制度。但是你们执政了之后，现在的司法院不采陪审制，而采一个参审，就是国民法官，由3个国民法官来控制6个参审员，来做假的司法改革。所以我们要来问小英党主席，我们要来问民进党，你们的党纲是写好看的当笑话吗？如果陪审团不落实，那你们的党纲是不是一个屁？我们要来请问民进党，你们的党纲28点说要推动陪审团，你们现在不推动，你们的党纲是个屁吗？好，小英现在跑掉了，好，出访了哈，我们也认为他辛苦了哈，没关系，我们会等你。我们下个礼拜来还会再来请教小英，你当党主席，你当国家总统，民进党的党纲是一个屁吗？好，我们来一起喊一个口号好不好？问小英哈，陪审不落实，陪审不落实，党纲是个屁，党纲是个屁。再一次哈，陪审不落实，陪审不落实，党纲是个屁，党纲是个屁。再一次哈，这一次要喊大声一点，让那些中常委听得到了哈。再一次啊，陪审不落实，陪审不落实，党纲是个屁，党纲是个屁。好，那再下来我们请我们陪审团协会的理事长张静来。